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繼續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唔少嘅議員對於行政法務範疇作出提問，其中有議員問到點解澳門回歸8年仍然使用葡國嘅法律，但係特區政府就並冇作過任何嘅回應。陳麗敏話一直有工作小組跟進相關嘅法律工作，但係承認對於回應社會嘅敏感度不足。楊懷東報導。議員高開賢表示，雖然明年行政法務範疇中提出咗繼續推行行政改革路線圖以及市民服務中心等一系列嘅措施，但卻長期忽略一啲基本嘅問題，例如政府提出嘅所謂一站式服務，就質疑當中服務嘅行政程序係唔係能夠真正得到簡化同省略。另外亦批評澳門特區回歸8年，點解至今仍然會使用葡國法律？而立法會主席曹其真亦指政府有責任對特區仍然使用葡國法律嘅原因向市民作出回應同澄清。澳葡時期嘅法律，我哋喺澳門特區仍然生效喎，咁點解我哋政府冇人出嚟回應呢？冇人出嚟去解釋啦？我哋啲部門究竟做乜嘢呢？係咪要等上頭落柯打先至去做得呢？點解喺8年裏邊有啲法律仍然係真空嘅，我哋冇去填補，而現在係提出好多法律改革、乜嘢公共行政路線圖等一大堆嘅嘢？我作為一個特區政府嘅官員，我有責任嘅，點解唔出嚟回應呢？我哋唔係冇做到啊，我哋做咗噶啦。但係你唔可以指望每個市民，喂，你自己去查啦，唔關我事嘅。你批評還你批評，我做咗噶啦，唔關我事，唔得嘅。而陳麗敏就回應話，由於回歸之後過渡嘅原因，特區本身嘅法律仍存在真空，所以有部分嘅葡國法律仍然喺澳門特區生效。但政府已經有工作小組填補以及完善有關嘅工作，但就承認並冇就有關問題作出解釋，令公眾引起誤解。我哋嘅敏感度真係唔夠，市民講緊需要嘅嘢，我哋做緊第二樣嘢，又或者認為已經係有啦，法律有啦，我哋唔使解釋咁多咧，我哋好忙趕住做其他嘅嘢，但係呢個唔係一個藉口，所以我哋完全係接受呢個批評，宣傳法律係要到位，但係我哋真係事實上喺呢方面係完全咧係冇讓嗰個市民或者咧老百姓咧明白到。而曹其真就表示，議員都係善意嘅批評，希望市民對政府如果遇到疑慮，政府能夠迅速作出回應，以免引起公眾嘅誤解。